南翔阁家的小吃是绝对不踩雷系列的啊，最推荐的就是鸭翅跟鸡爪子，干巴细腻，是那种有点韧劲、有点嚼劲的啊，用的是那个菜籽油，特别香。小鸡爪子，湖南的香料口味，特别香。这可以用空气炸锅或微波炉稍微叮热一下也可以的啊。骨头都是酥的。